咱再来看国南国造的计划哦，由中信造船负责海军军舰其中航空型的原型舰进度提前。早起总统赖清德特别去高雄出席抗龙骨的典礼，轻型的顺风舰航空型哦，按算伫2026年10月会当交船。将新闻碑放入军行纪念牌顶悬，由海军甲中信造船签约制造的轻型顺风舰，其中航空型原型舰初时透早举行安良典礼，总统赖清德特别落艦参加，甲过去海军的造舰案无同，轻顺两型原型舰建造案无设计的文件，考验造船的技术甲能力。规范写好，它的需求写好，那中信标到以后，自己去设计船模试验。能符合海军的要求，可以开工买装备，所以这次的难度比以前更高。国务统计，共计初3到初4透早6点为止，已经有37只超过台海中线，并搅扰西南甲东南空域。中国铺设地带侵扰愈来愈严重，航空型原型舰作为海军第一只国造2级作战军舰，会装防空甲反舰飞弹等武器，强化海军战力。中科院研制的防空飞弹、反舰飞弹，并且整合先进的征收、火炮以及战斗管理系统，会以更高的机动性，肩负起海上巡弋的责任。顺风舰两军已经完成2只轻型顺风舰原型舰，其中航空型进度超前，反敞型今年1月嘛已经开工，2只估计拢会使伫2026年10月进行交船。海军则搁偏预算买10只后续的军舰，互国南造舰甲国防自主走向新的里程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